每位護老者嘅需要同埋處境都好唔同，為咗提供適切嘅服務俾每一位護老者，我哋社工會按情況個別為有需要嘅護老者進行服務需要嘅評估，而護老藍圖正正能夠貼合我哋社工嘅工作需要。護老藍圖護老者支援模式，簡稱 CSM， 係一套由香港城市大學同埋聖方濟各大學共同研發嘅護老者個案服務模式，透過科學化嘅方式去評估每一位護老者嘅需要，同時之間可以發掘到佢哋嘅長處、能力同埋資源。即係日日都喺屋企對住佢咁咯，冇晒自主嗰啲生活嘅，全心全意去照顧佢咁樣咯。最初我見到悠悠嘅時候，其實發覺到佢好焦慮啦，同佢去做一啲嘅評估啦，咁同埋就做咗呢個 CNA 嘅問卷咁樣。當中做完之後，其實發覺到悠悠其實係有一個好強嘅社交嘅需要。幸運地咧，我掟嘢咧，我都唔喺佢面前嘅，走去廁所掟毛巾落個水嗰度咯，有時就係掟筆落個台嗰度咯。我亦唔會諗點解會有會有呢個動作嘅。咁我發泄咗之後嘅話咧，咁我可以一切回歸正常。咁Lily 嚟到嘅時候咧，其實都觀察到佢咧，可能唔係好意識自己嘅情緒啦，知道自己有一啲照顧嘅壓力。當我知道有護老藍圖呢個計劃，都好希望咧可以讓佢透過入邊嘅評估啦，去認識自己多啲嘅需要，無論係心理啊、社交方面等等。CSM 採用一套叫做護老者需要評估，簡稱 CNA 嘅工具，由個案工作員去為護老者進行需要同埋資源嘅評估，而評估嘅範疇主要分為5大需要同埋7項資源。社工同埋護老者可以透過 CNA 嘅評估結果，掌握到護老者當前嘅狀況，包括所擁有或者潛在擁有嘅長處同埋資源。除咗科學化嘅評估分析 ，CSM 亦都好強調資源嘅配對，所以喺系統入面有一個護老者嘅資源庫，方便社工喺完成評估之後，可以即刻搜尋同埋配對合適嘅服務同資源俾護老者。個圖表都要即係講話注意自己嘅身體啊、生活狀況啊，發現咗咧唔好話淨係照顧佢，都要照顧埋自己咯。我哋一直都冇一個好統整嘅工具去幫我哋發掘到一啲護老者嘅需要。做完呢一啲嘅問卷嘅時候，其實可以即刻去俾我哋睇到，其實呢一位朋友嗰個需要係乜嘢。咁其實對於我哋去做介入都會比較容易。睇咗江姑娘俾我個蜘蛛網圖啦，同埋同佢傾過之後咧，諗下都同意呢樣嘢。期間都知道自己嗰個情緒嗰方面係真係有問題，接觸咗多啲人，咁尤其是啲最緊要啲同路人啦，將自己有時唔開心嘅嘢同佢哋講，佢哋又分享翻佢哋嘅嘢，其實無形中咧又將我嗰個緊扣住嗰啲情緒咧，又可以鬆綁咗嘅。咁透過護老藍圖 CNA 嘅呢一個評估啦，我可以俾一個蜘蛛網圖佢去睇翻其實佢喺心理需要方面咧，其實嗰個分數係比較高嘅，亦都可以提醒到佢就係可能佢要留意下會唔會自己喺照顧上邊都引發咗一啲情緒係需要去處理，或者需要去抒發一下咁樣。優勢為本係 CSM 嘅一大特色，因為 CNA 聚焦了解護老者嘅強項同埋可運用嘅資源。CSM 嘅個案系統提供圖像化嘅蜘蛛網圖，有助促進社工同埋護老者之間嘅討論同埋理解。喺過去，我哋比較着重護老者面對嘅壓力同埋需要，咁而護老藍圖嘅 CNA 評估工具係可以令到我哋社工更加能夠睇到護老者嘅一啲長處，同埋佢哋可以用到嘅一啲資源。咁喺 Lily 嘅個案入邊啦，咁有啲咩支持住佢去照顧咧？其實就係源於一份好單純嘅孝心。同佢傾嘅過程入邊啦，會見到佢喺7項資源入邊靈性呢一個項目咧，3次嘅評估咧個分數係一次比一次都高咗，都會讓佢明白就係其實呢一個信念咧就係一路支持住佢去繼續照顧媽媽嘅。真係俾咗我一個 click 去諗一樣嘢，因為以前我從來冇諗過一樣嘢就係原來屋企人係喺背後精神上支持我，變咗我嗰個情緒啊、個壓力啊，當堂就係散晒咯，冇咁辛苦咯。為咗提升服務嘅質素同埋培訓我哋嘅社工同事，參與服務嘅社工都有接受護老藍圖計劃團隊所提供嘅專業訓練。
現時本處已經喺多個服務單位推行緊 CSM 服務，而過去我哋亦都喺本處內部舉行咗一啲分享會。未來我哋會積極將護老藍圖推廣至業界，希望可以惠及更加多嘅護老者。